来不来垫一下？太抢了，好，因为6点之后不能出现了，要不然出不完了根本，好不好？好，接下来刚刚我们是比较这个台湾族比较怎么高贵的，要内敛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很外放啦，对不对？缓冲一下，是我们台湾第一大组哈，好，在外放。好，这是舞动欢乐阿美乐舞艺术初级班的学员们所带来的，都是很欢乐的欢乐喜悦跟青春欢乐颂。指导老师是高诗瑜。你看他们虽然是初级班哈，但是不太像了，比专业还像专业哦。是。好，掌声鼓励。这没有，全部都是汉人哦！哇，太强了！哇，嘿，哦呀，很好呀！哇，真的有阿美族的味道呢！高老师在哪里？高老师，高诗云老师教的那么好，是你啊！你要跳到我们那个议员的夫人也不由得起立跳了，哇！对啊，阿美族的媳妇呢？哇！给热烈的掌声！哇！还有，好。
你他妈样？哇，那个唱分腻啊！还有一条，那个我的那个。这样吗？哇，他们也能够跳得那么融入，给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哇，不得了了，这个就是非常的融入哈，只要 tempo 对就 OK 了。哦，管他什么歌啊，林兆宇老师唱的歌也没有关系啊，好不好？哇，5度5关，还有6度6关。那个我们高旭宇老师在哪里？赶场哦，哦，老师。把你们丢掉了，你看，那个录音带都给错了。好，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
常棒哈！我已经看到场外也跟着跳啊。对啊，不得了呢！哇，那我们要原住民哈，要努力一点哦，不要被他们追过去。哇，我们去以后没有原住民，好不好？好。哇，这唱的真棒哈！好，我们接下来哈，哇，我们有听到了这个台湾族的、阿美族的。我们又要跳到国外去了呀！又是国外了，我们又跑到日本了。你看我们非常的多元哈，是，有日本，有东南亚，那就是没有苏俄，对不对？苏俄有吧？跟刚刚那个南极老师的，你像苏俄的同学。对啊。好，接下来是日语生活绘画与歌唱班。哎，日语的哈。简介时老师所带领的歌曲，这个日语。好，一首歌叫做那个我爱你入骨。我爱你入骨。骨まで愛して、骨まで愛して。我爱你，骨まで愛して。对，我们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来。あなた。好，很好。我们那个来唱2首歌哈，日语歌，那个《红内玛丽爱街》哦，还有另外一首是那个邓丽君的《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好，那个请你们慢慢欣赏。好，那就这样子喽。好。
第二首是那个邓丽君的《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もしもあなたが会えるな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不幸だけど誰が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で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もしもあなた不幸なら明日という日片付けしまうわ何そうなのかいらないけれど思い出だけじゃ生きてくれない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あなたの胸広いそりきれいになれたれだけ小さいもいらないわ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还有一题爱你身を任せ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おい，さよなら。我们明天见。哇，这班很棒哦，那么多人哦，一同心，对不对？还有很多人帮他们伴舞呢，好不好？那么喜欢跳舞哦，阿美族。对啊，要跳舞吗？日语歌也可以跳。对啊，日语歌你们也能跳，很厉害的。
3D 歌要不要跳？跳哦。那说实在，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哈。从1点钟一直陪同我们到现在，我们的李芳如议员哈，还有他的团队都一直陪同我们来，我们献给原住民的掌声。好，谢谢我议员哈，那我们那还有我们部落大学的工作人员，哎，那是应该的啦。待命到现在，这样，对，那我想大家都可以放心了，因为这样哦，要有他们在，万事 OK，对不对？接近尾声了，对，好，那台下的各位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哦，做了几个小时了，2、3个小时有了，但是好像不尽兴的感觉，腰酸，对啊，胖了，脚也很痒了，对，来一起摇，来一起摇，好不好？一起摇，对。最后，在我们103学年度，对，台北市原住民部落大学第1学期的成果展是尾声。好，最后呢，由我们，我觉得已经搞不清楚是哪一班了。不用了，族群融合了，最后大会舞一定要族群融合，好不好？什么班都来了。对，好。大会舞。来，由我们林兆宇老师哈来带领我们大会舞啊，所有的各位朋友，你们都一起下来，来，让他们热情邀约你们时候，大家一起下来哈，好，耶！我们现场的来宾，周围的朋友们，好，这一首歌，这个舞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出来跳，好不好？看看最后一次不跳后悔，原来是输了，出来。台北部落大学这个动力火车2人组梁勇士来带我们校长前面一点点，台湾市的要来，台湾市的姐妹，你们没有下来不发那个台湾动机很快，快点下来一点，理事长都下来了，快点，呀，皮球你那不会跳，哇，不得了了，往右边，
起跑啊！很好的哦。再来第三遍了，再来一哇，次。那个小男生第一个肚子马上就消了。台湾组还没有天黑嘞，看不到你们了。耶！哇，你看他那个杜理事长都会哈，你看吗？你看杜理啊，你看他的动作，他的神体，哇，那还有服务选民的感觉，哇，那么舒服，好快乐，你就你这么嗨干嘛？你这里，结束了，还有4分半。因为你们还没跳会啊，最后一次机会了。手牵着手，一起叫嘿呀，来，嘿呀，哎呀，妩媚一点来，哎呀，嘿，最后一遍啊，会跳了没有？待会我把最前面的这一排的跳送到后面跳，然后第一排是李艺人跟校长啊，这样会跳了啊，脚已经抬起来了。一眼站上来，第一排就开始有点杂乱了。嘿，杨大爷，第几遍？总共5遍啊，今天第5遍啊！你说校长跟李野还不会跳，再继续跳。张宇老师，哇，这个已经很尽力了，可以了哈。赞，好，谢谢。怎么那么长呀？我们103年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学第一学期我们的成果展顺利圆满完成。好，9月再见。然后7月报名。7月中旬报名，所以请大家记得上网查询或者是看脸书，对，然后查询有什么样的课程。圆明会的网站这些的部分，也都有，好不好？报名方式，对，歌舞班照相，歌舞班照相。好，谢谢大家，也谢谢艺人的校长啊，全程啊陪同我们。好，下学期见。谢谢。好嘞，伊那巴亚啊。